母，阿母，自细汉我都上惜你，你若无阿母气干呢，我嘛袂叫你倒遐跪。阿母，我知影我唔对，你莫阁伤心好无？你都知影阿嬷身体无好，定着会较无爽快，搁较安怎？你嘛无应该安尼甲伊应话啊！咪人好好嘛是共款嘛。你好啦好啦，我后摆莫了伊生气啊。你这性地若无改，后摆是要安怎捧来饭碗？我即马毋是乖乖伫遮斗受伤，为着我嘛嫁袂出去啊。阿母是要教你，查囡仔人厝内厝外都要有一个站在，爱会顾家，才会嫁好翁。你较想看觅，到迄种实实在在的查甫囡仔，要娶一个敢若会晓佚佗、袂晓顾家的查某囡仔来做某？你敢真是安尼介意家庭？我才读高中毕业，咧食人的头路，做一个小店员尔，会当交着像家庭迄款的查甫囡仔，已经袂歹啊啦。无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叫你嫁有钱人啦。我是要甲你讲，若真是有介意人哦，都爱想法家有啥物缺点，要安怎改进。莫安尼一天敢毋敢怨叹家己的家庭，你着爱知影，你若嫁啊，人是经理，毋是经理厝的人呢。啊，你毋是咧念讲要补习，要搁考大学？嘿啊，嘿，嘿啊，毋着试看觅啊！啊，无一百年安尼时间就过去啊！你敢要囥到老早来考哟？好啦，我搁考虑看觅啦。阿母，有啊！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有成啊！嘿，啊，你哪安尼挂甲大包小包？礼物啦！啊，什么礼物？哦，这哦要阿妈的啦，啊这阿爸、阿母啊，这要阿你的啦，啊个这要大兄，啊这哦要阿妹仔的啦。啊，你是去想着吼？买这是要创啥？阿母啊，那我今仔日哦开工大件的，不但吼是一个物件买出去，刷去，还有人甲我订货了。嘿，啊若头一遍哦，趁钱无买一个物件，甲大家点一下，要太会使哩。啊，你是咧卖什么物件？唉，那这哦你唔捌啦，规定哦成本有道理，继续甲做落去，咱就变好业人就对啦。诶，阿妹啊，这哦要买下你的呢，高级的洋装下你穿哦。要请你家己穿啊？哎呦，哎，有啊，哎，阿母啊，啊有啊是安怎？有成，你会趁钱，嘛爱较俭咧，哪通咧黑白开啦？有啊，在去这哦，他妈好啊，久笑闭无尾，伊着比我较够开钱的，搁讲我，我替你把害伊。哦，有成啊！伊也要买物件互大家哦。哇，做变进来哦，变大人啊啦！迄大人哦，啊做一个代志吼，安尼懵懵懂懂啦。啊听讲等下卖电话啦，啊等下卖香水啦，啊搁啥物都影大啦。啊你讲生意外口做，敢有人做这项的啊？即卖少年的啊，有因家己的想法啦。只要若莫踮咧外面做犯法的代志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你甲操完啊，就是要创啥伊？做老母的，哪会袂烦恼家己的囝啦？我这三个囡仔吼，大汉的就安尼顾家，顾甲毋知影好顾家己。啊，第二个就安尼手悬悬，脚浮浮啦。啊，做代志无得无定。啊，讲啊，这个查某吼，愈大汉煞愈喜欢。咱咧讲伊吼，看起来是敢若有咧听啦。
不过一个面安尼，啊，嘴啊翘翘，目睭吊吊，个性也真歹。子孙自有子孙福啦。啊，你当作即摆少年的有通带咱较早安尼生，无话无句，安尼点点啊一直做落，人嫌人骂，咱就拢总认命，也安尼对死的做转来。啊，即摆无啊啦。我嘛是无希望因受苦啊，因为以前吼，咱家都捌受过。我是希望这个囡仔吼，会当安尼身体健康啦，啊事业啦，还是婚姻啦，拢安尼真顺遂。啊对啦，啊恁厝迄个老的吼，啊即摆身体有够好无？差不多啦。我有一感觉吼，伊念东念西，啊怨这怨迄，连食药做运动都唔肯照起工来。啊，伊若安尼，阿妈滚紧生哪会好啦？我嘛无法度啊。我看伊吼是老大人囡仔病啦，啊，都爱用安尼甲啰啰嗦嗦的啦。我看吼，这个老的若无甲安道好势哦，啊，你店无那免开啊啦。哦，你真好大胆嘞！敢走去房间甲我放屎，好，后壁你若搁走去房间放屎哦，我头就甲你剁断。无啊，招我错啊！啊，你是要救抓哦？咱就无奈要剁鸡头啦。什么要手抓剁鸡头？啥毋知甲这只鸡伫咧落去？那人你只鸡吼，实在唔知影死活着啦，紧来走啦！什么人唔知讲安尼招我嫂安尼阿妈滚紧伫咧生疼，啊你也敢入去，看到无吼？哎呦喂！哎，啊我无讲你无听，啊我讲你到底你百病拢照到。招我嫂啊，看起来啊，看这个办事吼，你对你家己的身体安尼无要无紧的款哦。什么我咧无要无紧？是人对我无要无紧。啊，像是遐人。啊，啥毋知阮遐是谁？要有什么人？但恁厝也阁有遐少年呢，啊，从阮兜咧，遐囡仔拢出外去，啊，我是要叫什么人来甲我要紧？啊，你甲我无共款啦，你也无安尼心骨白疼，讲这疼遐疼。啊，我自从喙齿神经麻痹，咸正拢总食无，我内心嘛偌郁卒的了。啊，等下也找无囡仔通讲两句啊，伊安尼我是要安怎？啊，我哪知影你要安怎？啊，当做我说你做人这么好，啊，你都无要插我，啊，我若无想较开咧，安尼我是要安怎？唉，我就家己一直想，煮食一世人，啊，食真重咸啊啦，归去啦，即摆甲食一个较清咧，无一定对我的身体有帮助啦。啊，我若安尼甲想吼，啊，我内心就较袂遐郁卒啦。啊，等你甲我讲这是要创啥？这我那共款的道理啦，就我说啊，啊你平常时啊真少运动，啊你龙骨酸痛，阿妈滚紧啊酸，啊身生交代你讲都爱运动安尼，1 more 2 mor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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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re 2 more 啊，人讲啊，有食有惊气啦，有烧香有保庇，加减啊运动有好无歹啦。什么咧有好无歹？你敢知影这暗本仔紧哦，安甲救一个救一个，哎，迄是偌艰苦，你敢知？啊，你家己大人大种啊，啊救了哪会疼，你就莫救啊。都毋是我家己咧救的啊，都阮媳妇甲阮后生咧教我救的啦。啊，你毋是讲恁遐的媳妇、遐的囡仔，拢对你无要无紧？就我说啊，人若要甲咱友好，咱就加减啊，互人去友好。咱人是食五谷的，心肝白疼，永远都会。啊，你唔通安尼聊聊啊，都要怨天怨地，啊怨囡仔大细，安尼是加拖累你家己的身体啦。你以后吼，都爱想较开咧，啊心情当
当哦较清咧，啊做人较乐观咧，安尼啊，你的身体才会当早日就恢复健康。你讲安尼对无？你讲的阁真有道理咧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哎，阿富山，啊，太转啦！啊，你做学野少年在批车上啦？歹势哦，早你惊着，我赶要来富山去啦。你要赴山区？嘿啊，啊，你是着查某人病的哦？伊知你落西种咧，无啦，阮月计仔伫富山去你检查啦。我记是安怎？无啦，人无安怎啦，啊，就打电话转来讲啥物有心啊啦。我记有心啦！较细声的啦，路头路尾互听着我会歹势。哎呦，食到要50岁啊，恁某有心，你安尼惊人知哦？啊，就是喙酒要拍甲啦，再来你布面，毋知会歹势。你讲安尼后影啦，我若带你安尼食老再来出门啊吼，我凡细汉囝都唔敢出来哦。啊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多谢，哎，好，无先来走。啊，哦，咱紧去，嘿。好，来走咧。啊，高某啦，等要生囝吼，高工生爱去顾事话啦。慢慢啊行，较细腻的，做慢慢啊咧。对啦，车就调载，坐就坐好，坐好哦。我来开门啦。你也敢差不多咧，啊，这顾前顾后，这一顾吼是爱顾10个月呢，你敢顾会头？呸！哦，无你后袂讲啥，啥物顾会头啊，顾袂头，一切平安顺利啦。太准，啊，太准，你听讲你有心爱哦。哦，啊连你也知，有影话袂使后白点落去讲。啊，就阿富师甲我讲的啊。我就知哦，这个老的即马喙齿无法度试验正，煞改倒来你做风扇头啦。连咱两个老伙仔生囝的代志嘛，讲甲正人知。啊，这个欢喜的代志，讲互大家当欢喜嘛。月姬啊，恭喜你哦！啊，多谢啦。啊，毋过我对你较歹势呢。哎，歹势啥啦？你啊走倒的吼，爱搁找别人啦。这无问题啦。月姬啊，巴肚内囡仔顾较好较要紧啦。我才照3顿电锅互你食。唔免啦，啊，你毋是着爱搁顾恁兜迄个老的？啊，你厝内老的若放袂落去，店都搁免开啊。会啦，会开啦，会开啦。喂，有志啊，有志，迄你免烦恼啦。对啦对，免烦恼啦。放假才转来啊，嘿，对啦对，嘿，啊你就做你无用你的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啊，伊是拍电话是种啊？有听讲伊外咧搞怪啦，啊伊嘛知影伊外咧爱补习，伊想要摕钱互伊去读册呢。哦，优良上钱就对啦。啊大兄要栽培小妹啊。伊搁伫咧问讲有成是咧创啥啦？伊讲伊若真是有心要做生意吼，伊要欠一寡钱，互伊做头家呢。啊，伊搁真贤，小弟小妹拢伊咧栽培，啊，咱两个老个人清心嘛。啊，你讲这什么意思啦？人有志是有责任，要甲因小弟小妹斗骹手，感觉安尼你也咧无欢喜哦？我毋是咧无欢喜啦，我是无爱伊像你安尼，啊，规工安尼无用试茶，无用遐，无用食，一粒袂输那干到袂。大家拢嘛共款呐，拢嘛是爱做，啊无安尼死坐活食，敢是头路向？恁两个
甲我注意听。恁大兄也要摕钱互恁吼，恁可莫甲伊收。当然毋是咧趁偌济钱，啊，定来摕钱，转来要创啥？哦，抑阁有啊！伊若敲电话要甲恁讲话，你可莫插伊。是安怎？啊？啊，煞毋知恁若莫插伊，伊就感觉无聊，到时阵伊就去交女朋友啦，知无？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啊，哪会无叫阿嬷来食饭？恁家己顾食。哪有甲伊叫啊？啊，伫客厅啊，伊嘛有允好啊，我哪会知影伊还袂来？我来看卖。哎呦呀，哎呦，阿啥？哎呦，你当，搁咧听哦？我来摕止疼药吼。爱插我，你拢莫插我啦！甲你来一个啦吼。哎呦！太长，你是安怎心啦？英俊，啊？脚上甲真疼呢。我啥？恁要食饭，做恁去食饭，莫插我，有听到无啦？卡三，当你是咧受气啥啦？啊，拄则囡仔有来请你去食饭啦。啊，你按阮紧咧酸疼，你若无通讲，我要哪知影你人咧无爽快啦？啊，著叫恁莫搁讲，也是会用的，啊袂用的啊！啊，要开店的做恁去开店，啊要佚佗的做恁去佚佗，莫管我就对，莫插我，有听到无好啦好啦？啦，啊看你要安怎拢随在你，吼。啊，我若无要插你，看你要安怎啦？英俊，这也毋对，迄也毋对，啊咱是要安怎做伊才会欢喜咧？卡上，英俊是烦恼你的身体，因为才较低，你莫生气吼。我都毋是咧生气，是天咧甲我报应啊！我无生气啦。我自少年到老，我欢喜要创啥就创啥，从来都捌考虑过别人，也毋捌想过别人是安怎伫咧对待我。今仔日，天伫咧报应啊！我得着病痛，伊要我知影讲食老，身躯边也无人照顾，是真凄惨啊！卡上，你想讲我伫咧西城地乌白乱骂人是？毋是，我是家己怨恨我家己，毋知影好歹。但阿父讲的，确实无毋对。伊讲我的事世大家都真友好，是我家己不知足，定定都咧怨恨别人。为即摆起，我要互恁得到自由，一切大半。我要甲你忍受。卡上，你莫安尼想啦，你人咧无爽快，阮哪会目睭金金看你受苦咧？啊！你上界拖磨，少甲欠你足济，我欠你搁较济。当初会带你入门，是因着恁厝有一寡金银财宝。做嫁妆，才甲你带入门。想要到带你入门，不但无好好疼惜你，处处来为难你。你踮少甲，拖磨你做我命。卡上绝对不起你，绝对不起你。卡上，无啦，你哪有对不起我啦？我会当做你的媳妇，我足欢喜的。卡上。